来新闻现场，健康食百里提供观众朋友医疗消息。最近这几年神经退化疾病，亲像是阿兹海默症、亨廷顿跳舞症的患者是愈来愈多。中间伊就发现讲，会造成神经退化的原因，其实就是伫大脑当中负责保全工课皮伽细胞。若是讲这细胞内底有一种蛋白质大量增加，就会致使着这大脑来发炎。伫细只鸟鼠的实验当中，团队也试过使用药物、病毒去控制这个蛋白质，结果发现讲这细只鸟鼠活动力变较好，就连这血寿嘛延长咯，大大来减慢着这神经退化镜头。而这项研究也被刊登伫国际上真有名的期刊顶头。 定袂起代志，甚至连厝内的人的名拢会想袂起。根据统计，全世界有超过5000名的失智的患者，也有参像是亨廷顿跳舞症、多发性的硬化症，嘛同款是属于神经退化的毛病。目前拢无有效的治疗方法。中央研究院伫咧4年前发现，神经退化的病人拢有大脑发炎的问题，重点就是大脑内的细胞当中的蛋白质。到活化到失控的时候啊，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不好的物质，然后会开始伤害神经细胞。那我们要控制的就是它不要过度的活化。皮伽细胞伫咧大脑内底是保全的功能，负责对付病毒。 甲细菌，若是脑部受到损害的时阵，皮伽细胞就会因为伤过活动，慢慢变做分袂清好歹，不但会攻击病毒，也佫会伤害神经细胞，造成神经发炎的问题。亨廷顿跳舞症的实验当中，研究的团队发现，透过药啊，还是病毒来控制这个蛋白质，会当降低皮伽细胞的发炎情形，而且会当减慢神经退化。经过治疗，鸟鼠原本走无几步就会落落来，经过治疗了后，会变较较有体力。所以被下降了过后，我们就发现它行动变好嘛，然后也说到这个寿命有增长嘛。我们的这个治疗让它的寿命延长了大约5天，也就是靠近1周了。这项研究嘛，互刊伫咧有名的国际期刊顶面，未来嘛应用伫咧药仔的研究甲制作，希望会当改善神经发炎，减慢神经退化的毛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